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南市议员贾载旺伫学界服务处，嘛是因查囝市员候选人贾淑环的竞选总部透早封开30外千。婚姻查到4个条卡帮县议员、乡长和村长做伙买票，3票4000块。根据统计，目前已经起诉63件贿选的案件。花莲县一个5岁查某囡仔，福冈村46岁打对家家放出来有中度身心障碍查甫人性侵害。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2286个本土病例，有66个人死亡，病例数是一直减少。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减少各大病房的专职病房哦，今仔有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送来台湾，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的部分有22286例，境外有45例，另外死亡个案有66例。40多岁的女性本身有接种过3剂的新冠疫苗，另外也有癌症的病史。诊所的提供的这个快筛检验是阴性哈，不过隔天她就是在家里面就昏迷哈，紧急送医不治哈。那经过这个请司法相验这边的死因判定哈 ，PCR 的采检就检验结果是阳性确诊，死因呢是开立为心肺衰竭跟新冠确诊哦。专责病房的开设情形哈，会适度的在下修，希望能够再释出更多的一个病床来提供一般的急性病人来使用。有关 BA.4.5 的这个双价的次世代疫苗，今天到货，预计在11月18号当天早上开始配送，12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接种。防疫拢在放零咯，卫生福利部的部长许瑞元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年底可能就会开放办桌，会当一道敬酒咯。另外，针对国民党团控告伊家疾管署署长周志和独立高端公司，许瑞元是讲，伊毋是一个会当凊彩互人欺负的公务人员，一定会伫法律上甲你伫未来拼输赢，看上最后会互抓去关。国内新冠疫情稳定转好当中。防疫政策嘛得咧放零，指挥中心讲挂喙罨的规定会分3阶段放零，这个月可能会先放零室外免挂喙罨。卫福部长许瑞元早起伫立法院进一步表示，12月可能会开放食喜酒、达到敬酒的禁令。再过来就忘年会啦等等这一些的活动应该会增加了所以有可能是年底会考虑到这样可以来刺激一下这个经济啦。国民党立院党团提交过一届这个高端疫苗保护力效益的报告，是由疾管署做亲手替高端补考交作业，而且伫迄天下晡去台北地检署，各卫福部长许瑞元甲疾管署署长周志和独立批评2个人违法失职。针对这点，许瑞元嘛反击，讲伊毋是一个悠哉人欺负的公务人员。本来是可以不用太理会，但是李德维委员可能搞不清楚说他惹到什么样的人。那我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负的公务员，不管将来我是否离开公职，不管李德维委员将来是否还做立法委员，我一定还没不该背，反正我们2个有一个人会去抓去关。我们昨天在相关的诉状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卫福部又修改了相关的法规，然后做了很多让人非议的事情。我想这件事情法院见。许瑞元强调讲，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诬告罪刑法第169条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实在讲，双方的条件无啥共款，不过伊讲伊嘛无伫惊伊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无党籍的市议员谢在屋伫学界服务处，嘛是因查囝市员候选人贾淑环的竞选总部，伫今仔透早3点外，互人开30外千，铁门搁有壁拢是称之空。警方是表示讲，伫透早2点外，台南学界有一间工厂，嘛是互开58千哦，开枪的应该是共一个人，目前是过个人。
10号透早3点外，一名奥多麦技师是家己来到台南客家无党籍的市议员谢在旺的服务处，一台车就开清，开完了马上就骑车离开。而这嘛是谢在旺的查某囝，民进党的市议员候选人谢淑凡的竞选总部，家己困伫2楼的谢淑凡听到声音来查看，才发现1楼是拢清空，好在人无受伤。就是因为昨天的行程比较晚，所以我就直接在服务处过夜。然后就突然发生这个突发状况，非常的惊吓，因为完全不知道状况的来龙去脉啊。生命较倒啊，伊当然伊的力量较无够啊，我用去看着壁，规样空啊，甚至迄快乐甚至弹入来，拢弹入来到服务处啊，我选举10天，这就你啊警方去看调查啊。大连竞选总部参拜的新村嘛，拢去互亲自拍歹去，铁门办公室拢是清空。警方伫现场发现30个乘客。另外，时间过往前，透早2点外，客家地区某一间工厂嘛启用开了58千，初步调查是共一个人所为。到底候选人工厂甲嫌犯3方敢有关联？警方在咧调查当中。疑似是冲锋枪连续射击30发，那我们在按车追人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他在这个学甲区顶山寮某科技公司，也同样在谢议员服务处之前就先涉及这个科技公司。那目前我们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全力的追缉当中。现在正值选举期间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要跟市民朋友宣示好，这个维护治安的没有选举假期，反暴力的决心也绝对会贯彻到底。因为是接近选举发生庆节的事件是真敏感，警方嘛加派警力保护候选人的安全。而开枪的嫌犯，警方嘛掌握特定的对象，正在努力追查当中。记者郑份台南报道。来看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今仔早起宣布辞掉立委，展现决心。有一个名册粉砖无良公关公司抛出一张合约，指控讲南亚找人去金钟偷去候选人，也毋过南亚是讲哦，这是假文件。这个粉砖嘛已经回失了咯。蒋万安讲，这项代志一定要查到底。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是表示讲，因甲这项代志完全无关系，嘛认为讲选举无应该伤害人。黄珊珊是讲哦，这就是标准的哪里恶斗。我在此宣布正式请辞立委的职务，全心全意全力来为台北打拼。选前最后16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再去前往北投自强市场扫街，宣布请辞立委，专心投入选战。请辞是一个决心态度的展现。台北市已经停滞了8年，我要展现破釜沉舟、一定要赢的决心。我8月份宣布参选就辞职，他5月份已经宣布参选，直到现在才辞职。我想还是作秀的成分比较高吧。针对面册粉砖无良公关公司催稿抛出相片，内容广告迄县市长候选人网络攻击。本件下面是由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台北市议员徐卡心等国民党人士签名，那也反控文件造假，到警察局报案提告。粉砖事后已经紧急发文回失了，也毋过蒋万安强调，绝对袂交写，一定追查到底。我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应该是说跟我们是完全无关的哈。选举是为了要帮市民替我们的最深爱的台湾台北多做一些事情，不是要为了伤害人而来选举。那也当在提告批评侧翼无良，无党籍黄珊珊认为，这就是标准拿力恶斗。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选举期间有真侪争议事件，检察机关、警察、调查局只要接到检举，拢会秉公处理，佮积极收集相关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要争取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今仔宣布向市政府请假，要正式投入选战。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今仔是去扫街拜票，讲要继续行骗大街小巷，争取选民的支持。支持者大声喊当选，到下位大选进入最后半个月，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中市长罗秀燕，10号是正式向市府请假投入选战，再去来到北区拜庙宣誓起行。
伊提起台中伫咧过去3年服役表现真好，也佮有生育补助提升到2万的政绩，期盼市民会当大力支持。坚持我们的市政工作，坚持到最后1分钟。那不过呢，随着这个选战逼近哈，只剩下半个月，也真的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哈，来从事这个竞选工作哈。那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大力支持啊，我能够竞选连任成功，继续守护我们台中。谢谢了。来到传统市场，甲人握手。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是保持原有的竞选步调，伊强调台中需要一位有行动力的市长。这场选战唔但会招聘大家小巷，也会举办超过1000场的演讲，向民众说明政治的愿景，为台中带来改变。市民还是会选出一个有行动能力。在选战过程里面跑遍大街小巷，能够诉求愿景，能够带来台中改变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到选战结束，应该超过1000场的演讲。蔡其昌批评罗秀燕请假是假影的，早就已经甲市政府当作竞选总部来拍选战，公器私用已经几个月。罗秀燕是强调99%的公务人员拢奉公守法，唔通因为选战来牵连公务人员。选举日愈来愈晚，台中的选战也慢慢来加温。记者台中报道。隔剩16天就要投票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对今仔开始请假，早起甲国民党候选人郭志温拢去红山的菜市仔拜票。传出讲台积电伫高雄设厂的计划有可能因为景气受到影响，陈其迈伫早起是强调讲设厂的计划并无改变，也毋过郭志温是要求民进党莫阁摕台积电来宣传咯。让陈其迈继续为高雄拼4年。一透早就甲市议员候选人徛伫路口拜票，高雄市长陈其迈初十开始请假投入选战，路口拜票结束，倒赶去红山肉豆公市场扫街。但方认为是陈其迈重要政绩的台积电高雄设厂，传出因为国际终端需求下降影响，台积电可能会调整7奈米建厂产能的规划。28奈米先行动工，那另外也配合整个国际市场的一些变动在制程上TSMC 他们也会做一些调整，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尊重。强调台积电基定无变，陈其迈请假第1天就锁定高雄上大行政区的红山。谢谢哈，大家特别拜托哈，先立言哦，谢谢。 6月投入选举了，就招聘各大市场的国民党候选人郭志温，透早第2度到红山第1市场拜票，表示会照家己的步调来拍选战，嘛呼吁民进党莫为着选举一直打台积电设厂起来宣传。尊重台积电，我们欢迎台积电。那至于他们要过来高雄呢，我想他们自有自己的考量。我总觉得。 不用把这些设厂或者是要到哪里去当作是一个大内宣，我们就是尊重国际厂牌的一个趋势。沿路甲摊商民众拍招呼，拄到支持者想要翕相就停落来。离投票剩16天，哪里车早真卡学的拢发挥家母带家仔的精神，领到市议员候选人亲去菜市仔买收摊商甲菜篮族的选票。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 来看婚礼又搁查到4个条卡涉嫌帮大细的县议员、乡长、佮村长做伙买票，3票4000块，查扣到22万7千块。针对买票佮赌盘，目前婚姻地检署已经有20件案件在侦办中了。选举将要到，云林持续查贿选，现在搁查到云林大西乡有4名条卡，涉嫌以议员每票1000块，乡长每票2000块，和村长每票1000块的对价。 将3票4000块通包来买票，查扣汇款22万7千块，要用选区有多票款的选民来贿选。检察官总共约谈庄缴4人及选民22人到案说明，结构性贿选、因而涉犯投票行贿罪嫌。毋若查到现金买票，近期云林现金大堆，西里分局嘛陆续接到线报指出，有某一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 开设云林县长选举赌盘，经云林地检指挥侦办，分别在麦寮、仑背和西里等地查到3件，总共逮捕6个人到案。以某一候选人让另一候选人特定票数之输赢方式，容忍不特定人下注签赌，因而涉犯意图盈利聚众赌博罪嫌。云林地检署表示，到9号早起，云林总共查获20件，包括现金贿选11件。 选举赌盘5件，
和礼品贿选事件，至选战将进入最后阶段。警方卖继续投入人力参贿选，买经心理机动的参会队进入村里，嘛希望民众卖心存侥幸。记者为你报道。唔那分林哦，行政院统计到昨为止，全国嘛已经起诉63件贿选的案件。伫台东县延平乡有不怒自理哦，发起反贿选，呼吁部落都爱端正宣风，唔通收钱收礼物。延平乡部落族的乡长、村长候选代表，拢总7个人响应部落家己发起的反贿选的行动，要用传统部落族报建功来为贿赂，一个宣示讲因无要贿选，各用热情来表示决心。参加的候选人嘛，随个来排队，共同来签署反贿选的联署，并且通过声明，呼吁政府爱提悬乡镇地区检举贿选的奖金，比照县长的层级，还佫爱加强保障原住民检举贿选人会识的新闻，还佫有隔离侦查的作为。要求政府甲立法院要紧密完成不在籍的投票的立法程序，避免讲有人提供助人反向投票、车马费造成贿选。检举的人最后对方的律师还要提那个人来去对质，那就知道对方是谁。啊，保密条款真的也没落实啊。说真的，他在外面那边工作，要晴天选举要车马费要回来，变成间接的变相的要给他们贿选。到年底选举倒拍算还佫有16天，行政院公布讲到初九为止，已经有63件贿选的案件去互人起诉。即卖原住民部落因自主来发起这个反贿选的行动，望讲会当为上基层来做起，嘛望政府会当制定目前对部落不利反贿选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积电美国厂区传出讲，美国投资120亿美金，要来扩建3奈米的产能。原本伫高雄规划7奈米的工厂，因为订单减少，要来改做28奈米的制程。外界是认为讲，这应该是台积电的高层要分散地缘政治的风险哦。台积电嘛发声明表示讲，美国晶圆厂二期的规划其实是还未确定。富国新山台积电有传出讲要加注美国3奈米厂120亿美金的投资，外界都咧烦恼讲国内半导体核心技术是不是会因为安尼来转移出去咧？目前我们对这件事情是不担心哈，因为其实整个供应链的韧性本来就必须要让一个企业它在做它跨国的这个生产基地啊，它的一些投资的活动的时候，它本来就必须要多元化，尊重他们。那我觉得这个不见得会因为这样对整个台湾的一个竞争力会产生影响。台积电回应讲，有关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伫2期厂房，要互建筑保持灵活性。不过目前还佫无确定美国晶圆厂的2期规划。甲美国扩厂的团员比较起来，台积电伫高雄的7奈米厂，却因为客户订单有较少去。高雄市府经发局表示讲，目前南子产业园区有2座晶圆厂的设计的计划还佫无改变。外界分析讲，台积电美台建厂的进度一消一起，伊背后算盘有可能甲分散布局有关联。对于台积电公司本身来说，它可以分散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台积电的一个扩产呢，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个这个设置厂房这样的一个讯息，对于台积电的一个股价来讲的话，并没有产生负面的一个影响。分析师表示讲，台积电今仔日的股价受到昨昏美股下落的影响，致使伊的股价是开价行价。盘中刷咧落价到406块，加上美国国要来公布 CPI， 嘛牵动到美股台股震动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甲4岁妹妹伫亲情厝的门口伫佚佗，这姐姐互一个查甫人性侵害哦。也毋过家长伫第一时间无去报案，是去找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来斗3工。花莲的警方目前已经抓到这个嫌犯，冒派社工来协助。为了要协助做着相亲的5岁查某囡仔，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颜慧芬前往花莲，经过家长描写知影，查某囡仔找伊甲妹妹伫阿因兜厝门口耍的时阵，互一位身份查甫人性侵，妹妹看到暂停，伫边仔一直喘。就是接到这位妈妈的求助讯息，她告诉我说她现在不知该如何是好，然后我们就立即前往花莲，来到这里，才发现说事情非常的严重，必须要立即报警处理。
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逮捕涉案的查甫人。关府社会处也紧急解决，发现查某囡仔因厝原本就是关府在案的脆弱家庭，因有原因无啥相信警政加社政系统，那加害人是有重度精神障碍。现在谈到安置还比较早一点，那希望能够在家庭功能的重建上。来达到照顾的功能啊，这个相对人的部分，那我们还是会跟警方做密切的联系。嫌犯无收押，感谢会对社区造成影响，引起关注加上。梁慧芬第一时间公布的相片无做正面的处理，恐惊已经违反绩效法，可能对查某囡仔造成伤害。他其实已经足以辨识未成年的受害者。在哪一个区域？那花莲又很小，他其实有一些这样的孩子，到最后会有自残的行为。通常这种有身心状况的加害人很难被羁押。社会处强调，会引进社会甲心理咨询功能，互查某囡仔家庭、查某囡仔若需要安置，希望由其他亲属优先。另外，有重度精神障碍的查甫人，因为并不是现行犯，所以函送地检署处理。目前只会当请警方密切联系，制约伊伫社区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龟山警察局接到大学老师报案，讲伊一个学生去找头路人的消息，警方展开追查，去查到一个人口买卖集团抓到9个人，之前有诈骗集团伫新北市的淡水，佮有桃园的中立，害死3个人，警方嘛救出58个人哦。最近警方又佮抓到3个嫌犯，目前嘛继续抓到32个嫌犯咯。你不要走！警察不要走！我们离去警方攻坚桃园龟山破获人社集团，逮捕西部主嫌等防备沙帮成员，9个人到案，救出3个人。手举高，手举高，手举高，趴下，趴下，趴下，手背后面，手背后面，回这里。桃园龟山警方局表示，接到科大老师报案，世大学生伫今年8月透过朋友介绍求职了后失去音信，下落不明。调查发现，学生是遭到人社集团以假求职真区禁方式控制行动。调看新北市新德县等地区数百支监视器，锁定相关等人藏的所在甲东口据点，专案以组织犯罪甲人口贩运，而且台北地检署侦办。被害人系遭以复姓主嫌为首的风飞沙帮成员的人蛇集团控制，前后在新北市及高雄市等地区共遭拘禁15天，并准备将被害人送往柬埔寨从事诈骗犯罪。另外，检警最近追查诈骗集团虐死人案件，涉嫌弃尸的下当等人，其阿禁见之外，检警查到高雄几路前屋、北市内湖、新北土城家人等地，躯体大指头细部女子甲姓吴的查甫人等3个人到案，姓陈的查甫人通知到案。到目前为止，专案裁定羁押21人，到案涉嫌人32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发生台湾版的甘宝济诈骗，有3名民众虐待死亡。内政部长徐国勇今日表示讲，这是咱国内严重的治安事件，警方嘛当个全力来侦办。伫批号之前传出讲有40个外国渔工落跑，也毋过徐国勇讲哦，事实上是7个人失踪，嘛已经找到6个人咯。互全台惊吓的台版甘宝济式求职诈骗案，警方顶日伫淡水中力救出58名被害人，另外有3个人互虐待死亡。警方当全力追查。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目前逮捕32名嫌犯，其中21人互羁押，将继续往顶面追查，切断金流，不受不法所得。第三方警政像旅馆的这些，他们有义务要来通知警方，不然我们可以处罚等等。但是有一些，它并不是第三方警政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我们会建立，譬如说大楼的管理员保全的这一些主管机关是我们警政署，我们从这里跟他们做相关的合作。贴文有下架1245则。警政署也主动要求公布求职信息的社群平台，应该将相关的信息摕落来。徐国勇讲，会配合第三方警政，建立优先通报网、甲青楼专案等多方面来预防犯罪。另外，批号登记传出有40名外籍渔工集体脱逃，徐国勇澄清实际是7个人
失踪，目前已经掠回6个人，将全力追查背后的中介真邪。另外，警大校长陈德文方爆出担任警政委员的时阵，捌甲恶道出入私人的交泰所，方执其违反警纪。有关警大校长的部分，那政风处也正在详细调查中，调查结束会给我一个报告，那我会根据这个报告，那再呈报行政院。针对媒体报道，市公用捌甲陈德文同齐食饭啉酒的相片，市公用强调，相片应该是伫2016年初，伊担任部分区立委的时阵，受新北市党部主委余天邀请参加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期中选举结果差不多出来了。本地预计讲共和党会大赢，也毋过实际上民主党的表现嘛无上歹。共和党伫众议院淡薄领先，参议院阁无一定。美国总统拜登嘛表态，讲伊会想要来争取连任。川普嘛讲，伊伫15会有重要的宣布，有可能是要来正式宣布讲伊要选2024年的总统。共和党籍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以揽我要6成的选票，全家动员庆祝连任成功。不过，共和党伫其中的表现，就无亲像进前总统川普咧大声喊的红色浪潮，煞颠倒变成做红色水影消尾去。因为关键州的票数要小挖近，参选啥人会当摕到优势，还阁无定论。就算讲共和党伫众院保持领先，不过这个额度无介悬。学者分析讲，对太悬的议题会成做民主党催票的力量。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lived their entire adult lives, people that have grown up with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they can't imagine their daughters and granddaughters living in a world without this right. And so I think it was just this culture shift that Republicans didn't have their pulse on the majority of what Americans wanted. 红条煞变做水泡，出口民调也阁有政治评论员拢咧讲，虽然通膨是选民投票的主因，不过保护对台湾的问题嘛是同款重要。This was a choice election. And Joe Biden really tried to make this a choice between Trump's vision of America and Joe Biden's vision of America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eadership. And really key to that choice was the idea of abortion under Republican-dominated legislature and Democratic-nominated legislatures. 民主党的表现比班配更较好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讲，对民主来讲，这是水当当的一天。拜登伊嘛有意思要来争取连任，不过上尾也是一个家庭决定。My guess is, I hope Jill and I get a little time to actually sneak away for a week around between Christmas and Thanksgiving. And my guess is it'll be early next year we make that judgment. But it is my plan to do it now. 这场的期中选举，亲像是川普要定转去白宫的铺路舞台，伊替330个候选人背诗，伊想要来扩大伊的影响力。虽然讲听川普的表现是平平，不过这也是未影响到伊第2遍要入去白宫的决心。伊还阁讲15这天要发表重大的消息。外界班配讲，伊会正式想要宣布讲要来参选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20个集团峰会后礼拜特别举行，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拢会出席。有媒体就问美国总统拜登敢会当面甲习近平来表达讲美国愿意军事协防台湾，拜登是强调讲台湾准则毋捌改变。20个集团峰会15伫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美国总统拜登有料拢将出席。媒体好奇拜登敢会当面向习近平表达美国愿意军事协防台湾的立场。拜登只讲台湾准则是从来毋捌改变。And so, and Taiwan doctrine has not changed at al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o I'm sure we'll discuss China. Taiwan. 不过拜登强调，甲习近平对话的时阵，未做任何根本性的让步。也讲家己担任副总统的时阵，甲习近平有几摆的会面，
將會表達美國甲中國競爭，也毋過未衝突嘅立場。And so what I want to do with him when we talk is lay out what kind of each of our red lines are. 拜登講會了解雙方嘅關鍵利益，明確為出互相嘅紅線，美中關係更加觸動台海局勢。中國即馬毋但是加大對台軍事壓力。伫七月開幕嘅珠海航空展，中國第5代戰機殲20頭一擺降落地面進行地面演習。展場中也佫出現強機第6代戰機嘅概念模型，加深兩岸緊張嘅態勢。也毋過，咱個自我防衛能力方面，國防部正是已經甲美國國防部成立嘅負責軍購停輸嘅好小組有所接觸，希望會當加緊軍購速度，提升防衛能力。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戰爭，羅西亞軍隊將撤離烏克蘭南部的都市赫爾松哦，這是戰爭以來上大規模的撤軍，主要是因為武器甲相關的設備無法度個繼續補充。羅西亞國防部長紹伊古下令羅西亞軍方撤離南部大城赫爾松，而且喺第聶伯河渡邊建立防線。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занять оборону по левому берегу реки Днепр. Понимаю, что это очень непростое решени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иступайте к отводу войск и примите все меры,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ую переброску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за реку Днепр. Есть.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город Херсон и прилегающие населенные пункты не могут полноценно снабжатьс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ть. 赫尔松嘛是从开戰以來，羅西亞軍方佔領的唯一一個地方的首府，控制唯一一條往回克里米亞的車路，也個烏克蘭水路通商的第聶伯河。這個大規模的撤離，代表羅西亞軍方在這場拍了9個月的戰事出現真大改變。過去這幾個禮拜，羅西亞軍方向赫爾松推進，羅西亞想辦法在短時間內以導盡撤離這個所在10萬外百姓。撤離消息是喺赫爾松副酋長斯特雷穆索夫喺車架發生車禍死亡了後發布的。Кирилл один из тех, кто был самым ярким, умеющим говорить и умеющим преподнести для людей правду о то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今年45歲斯特雷穆索夫立場靠我羅西亞，而且大力支持羅西亞出兵拍烏克蘭。這個車禍雖然是無他殺的現象，不過根據獨立媒體莫斯科時報報道，從開戰以來烏克蘭防佔領的所在發生一系列針對羅西亞官員暗殺的行動。然後以死亡的消息一日出來，指出羅西亞軍方在赫爾松南部地區的組織防務造成混亂。美國總統拜登對羅西亞軍方大動作撤離，伊講這顯示羅西亞真正是有出什麼問題。然後烏克蘭這方面是對羅西亞軍方撤離的行動保持謹慎的態度。總統澤倫斯基表示，烏克蘭軍方袂因為安尼就大意。央視新聞吳文玲編譯。緬甸的軍方發動政變已經落款2冬了，也毋過較大各反對軍事政變的民兵，因家己做炸彈武器前繼續發動攻擊，也毋過有未少民兵佇製造武器的過程發生意外死亡。在緬甸北部一個鎮拿，幾個反軍方政變的民兵當要出試圖製作好的迫擊炮，但是嘣一聲，炮彈就佇礦工內面炸開，現場馬上攏是哀的聲音。我出事地點的3個人因為直接轟炸到已經無命，像安尼佇咧試武器的時陣受傷，甚至是無命，對民兵來講已經唔是第一擺啊。伊我無裡面哩啊，伊我無推介啦，無，只要你叻啲無，係咪？愛叻啲啊，咯，無攏表出來，မျက်လုံးကတော့唔မြင်ရတယ်，唔表啲မျက်လုံး啊，顧你啊家伊မျက်လုံး啊，唔表啲。在過去一冬外，反政變的民兵是一直想要反擊，但是欠武器的狀況之下，敢若會當想辦法應變。在臨時工廠用雙手一步一步打造家己的武器。小弟要退嚟，如果小弟嚟陣呢，第三年咪浪咗。好不要斷，好不買假的斷，就開一過，係咁樣。只是講要製造軍武是需要真高度的專業，原料抗濟抗少，攏可能互做的人無命。加送啊，啲超市媽媽產的嘢呢，啲超市加送的嘢話是咧，超市嘢垃圾的，啲理財產的垃圾的嘢話是咧，嗱超市呢啲話苗噃呢，哦啲不他媽殺啲最牙家個殺咗，攝片的擺安尼啦噃，知道。啲錄音呢邊啲攝片後邊嗰度啲變成嘅啦噃，啲沙不太麻麻咯，到呢度劇ဖြစ်嘅，到呢咧鐵雞蛋啊，嗱啲炸鬆嘢喎，啲咧到咩咩咯，都黐嘅。
明治山友好，偏向好山行，靠的都是信念。军武专家讲，无明确的数据会当评估，这家己做的武器到底有效无？但是民兵认为讲，手工武器确实是用得到的。伫个武力这么无对等的状况之下，因同款会继续做武器，含跟政府继续战斗。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民策公司Meta 元宇宙将宣布裁员13%，超过11000员工无头路。执行长萨克伯格承认讲，伊上过乐观咯，爱负上大责任。伫英国伦敦 Meta 公司办公室看起来真平静，因过内面已经有真侪人开始伫咧看物件。Meta 已经发布关于裁员计划内部广告，被裁的员工催稿早起已经收到通知。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催稿宣布裁员13%，也是因公司创立18年来第一遍大规模裁员。全世界87000位员工，会有11000人无头路。执行长萨克伯格伫咧互员工的批内面讲，已经减少会当自由支配支出。抑个明年第一季进行暂停找人，互 Meta 更加精简有效率。I think the clock struck midnight for Facebook. Facebook was spending like 1980s rock stars. And now growth has really come off significantly. The metaverse strategy continues to be an uphill battle. 萨克伯格承认，家己对公司的前景伤过乐观。以前拄开始时阵，全世界快速采用线顶作业，电子商务增加，互公司的营收也增加真多。包括伊家己在内，甲真侪人拢共款有笑，这是永远加速的情势。甚至到疫情结束了，抑阁会继续。所以投资真多，不过未来发展不如预期，经济歹，竞争激烈，广告商的预算减少，互因的收入比按算的少真多，这是伊决定的错误，伊就要负责。I think especially the metaverse strategy continues to be a head scratcher. And they're making a risky bet. Now these job cuts you're seeing play out. 伫咧美国的员工会有4个月月级的遣散费，佮按照年资看互因几礼拜薪水，并且有6个月家庭健康保险。因若伫美国境外部分，英国 BBC 报道 ，Meta 欧洲总部设伫咧爱尔兰都柏林，伫当地请的员工差不多3000人，抑个真侪承包商。因若根据资料，到2021年12月，伫咧英国请的员工差不多有5000人。不过到即马，Meta 公司也无公布这2个所在要裁偌侪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中华的交友大楼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21人受伤。家属不满中华地检署并无起诉伫现场的指挥官。地检署是回应指出讲，家属若是无法度接受无起诉，会当依法提出再议。破怪讲到什么不起诉，我就感觉讲足不服的，就是安尼。不满中华地检署对几个指挥官做出无起诉处分，中华交友大楼案发生一冬瓜，家属等无因的期盼，加上无起诉的理由，互家属感觉是检讨被害者，拢互因未当接受。甚至内容还平铺直述的写道：浓烟上来后，火势也可能会随时窜烧上来。那换成其他消防队员，极有可能会选择先行撤退下来，所以是对陈之凡鞭尸。家属表示，英国检察院的调查报告再调汇报，拢点出指挥系统相关人员有违法疏忽，像大队官无做到共政体，会场总指挥官嘛无马上处理现场资讯，调度等等。因对中华地检署将近1冬瓜的调查结果是安尼，感觉失望。我们其实想问，所以坚守到最后一刻，没有被成功救援、不幸殉职的这些消防员，都是他们的错吗？而这些大队官呢，他们已经逃跑了，他们没有在现场做好指挥，这一些却被视而不见。律师表示，对这届的无起诉处分，会阁提出再议。另外，消防权益促进会嘛表示，进前争取伫中华县政府徛牌的宣誓改革嘛无共识，暗算发起群众募资，希望消防改革毋是画画尔。记者电话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20几个环保团体今仔做伙开记者会，指出讲各地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环保的问题。中华的海皮湿地受到严重的破坏，南部的县市空气污染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所以呼吁县市长候选人应该爱出来面对这个问题。气候紧急，要求承诺；气候紧急，要求承诺。20外个来自台湾各地头环保团体找集伫立法院呼吁年底选举的候选人，爱将环境保护纳入因的政见。常常嘴巴挂的说我爱台湾，我台湾，爱台湾就真的展现出你的
你的魄力嘛，把这些该划为国际湿地的、划为保护区的，像藻礁、彰化潮间带湿地，应该保护的啊。怎么没有画起来，一直破坏？环保团体公布上新的数据，中南部空气污染严重，今年高雄大寮的 PM2.5 已经超标189公，屏东潮州的臭氧超标153公，表示这些民众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拢生活在垃圾的空气内底。我们台湾的政府，我们的化石燃料在电力上面，蔡政府说要用煤来转气，可是我们去做了统计的结果是发现，现在是真气又真煤。环保团体呼吁地方政府要设立减碳的目标，嘛针对各地环境议题，譬如桃园大潭的海草礁、彰化丰原的湿地、台南七股的供电等等，希望选民选出有心解决这个问题的县市长。如果你还没有心中的投票指南，请把气候变迁，请把能源转型，然后请把环境议题成为你心中的投票指南，并且对全台湾的县市首长提出最严厉的考验。所落来到选举进前，环保团体会伫过来的县市举办活动甲记者会，邀请候选人做伙出席，直接面对当地发生的环保议题。记者民视谢桂林台北报道。因应气候变迁，安怎会当来使用气候的资讯协助防灾？气象局今仔办研讨会，有民间业者是认为讲，若是气象资料的法规会当放令，资料会当开放取得，应该会当产生愈侪应用，会有正大的帮助。东北季风地灾性的落雨，苏花公路严重放弃，人员几乎入面抢修。根据统计，台湾哇10年来，因为自然灾害产生的经济损失，灾损平均一年180亿，农损平均一年100亿。极端气候趋势之下，气象局建议气象白皮书，期待透过社会对话，更加有效运用气象资料。这个气候变化是不均匀的。那不熟悉，你如果没有调试得好，那就是灾难啊！我们现在的确有很多的条件、很多的能力是以前所没有的，现在变成是我们可以有的选项，可以做得更好。气象局讲，以国家气象局为主的服务形态，确实无法度充分满足政府各单位甲民间产业的多元需求。所以，要将气象资讯转化做使用者会当理解的管理，也是决策资讯。一定要联合民间业者来扩大服务量能。业者认为，其实会当学国外经验，让民间产业更较方便处理气象资讯，进行多元服务。让他们理解说民间的需求是什么，那官方也可以用比较合适的方式跟价格提供这些资料给民间业者来使用。那民间业者使用到这个比较像气象局这个资料之后，就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日本他们在新的一个日本气象政策的白皮书，其实有特别讲，技术以前我们可能你有技术，我有技术，但是呢，技术之间有没有可能共享？合作的过程当中，互信、互赖、互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防灾专家建议，像各地天气预报，气象局会当结合地方政府加航空量能进行预报，有希望更加亲切在地，也强化三学合作，带动气象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食火的人就要特别注意哦，有真侪人拢会有慢性的血塔病，这款症头嘛是全球第3大的死因。医疗团体伫世界血塔日公开来呼吁民众，若是连续3礼拜喘气未顺，一定得爱去看医生。食粉30档的袁先生，发觉得到血塔病的时阵，气管的功能敢若剩32%，除了定定感觉忝，嘛会嗽、会喘、搁卡痰。最严重的时候，我是爬到一半。1楼到3楼，等于爬2层楼而已。我就是到中间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刚刚就是肺功能检查里面说1分钟你可以爬多少阶楼梯，那个我根本就做不到。经过治疗甲复健，袁先生的血管功能才慢慢恢复到38%，勉强会当过正常的生活。医生讲，血塔病发生的时，状况甲当心冠真成，若无量早发现治疗，肺部功能真有可能快速恶化。而且这种病是无回头路的，一旦得到，就要长期食药啊，做肺部的复健。在这个长新冠的这个症状出现，跟我们 COPD 的症状很类似。长新冠这些症状其实慢慢会慢慢消失，但是 COPD 的症状会一直持续恶化。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可能造成的危害因子拿掉的话。
医生表示，造成血塔病上大的原因就是食粉、空气上的涂粉伤害、空气污染等等。建议40岁以上的民众，若长期接触，连续3礼拜喘气喘袂顺，一定要赶紧接受肺部功能的检测，定期追踪。记者麦上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中华职棒总冠军第4战，昨暗伫台中的洲际棒球场比赛，已经听牌的中信兄弟尾也是以3-2赢乐天桃园，摕到总冠军咯。马其实连续2档摕到总冠军咯。High fastball， 吕彦青3振掉了朱玉贤。投出再见3胜，球场内面是变作规片黄海。中信兄弟终结者吕彦青顺利收掉胜利，黄三军摕到中华职棒33年总冠军。上尾啊，中信兄弟就3-2赢乐天，以4连胜摕到今年的总冠军。连续2年连续赢4场，完成2连霸，也创台湾大赛8连胜的纪录。比赛线中信兄弟头家高仲亮也甲选手教练一个小揽，感谢经讲出让人感动的球季，带枪队摕到2连败，总教练林伟祖带队赛场向满场的球迷致意。像对外野手岳建华总冠军赛，16个打数7支安打，打击率4胜3败，以21岁正在史上上少年的总冠军 MVP。保守后来起，无论伫打击或者是守备，拢展现伊的价值，摕到优秀球员，是第一位提奖的外籍保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最近伫大鸟禽馆新增加冰床，要互本地应该生活伫寒带地区的鸟禽会当感觉真舒适哦。目前咧破病团，动物园嘛是个依照医疗照顾的模式在治疗，伊的目前咧食息咯是拢个真正常。鸟禽来到台湾，无像伊原生的栖地，有冰天雪地的环境。最近台北市立动物园替鸟禽买新的冰床。看到婴仔凉醒凉洗坐伫顶悬食物件，看落是真舒适。前一天，伊佫直接倒伫顶悬定暖来暖去，为着袂互人工饲的动物行为伤过单一，园方透过新的设备，希望互因会当有无共活动，互因的行为佫较丰富。我们这边办法提供雪地给他们，那有个冰床，他可以去刨冰，去重现一些他在栖地可能会有的行为。伫展示馆内底的冰床，目前团也无法度去体验，因为那像是去洗着歹物仔。目前要持续伫后场接受密切的观察。保佑员讲，中国专家来甲看的时阵，伊精神袂歹，会坐咧食物件。目前加减嘛会惊顶当下一个。最近食甲放的量拢维持伫稳定的状态。通常我们就是叫他起来吃东西，他都愿意配合。活力当然跟之前相比起来，还是没有到这么巅峰的情形。因为团的身体真虚，无法度搁做侵入性的检查甲治疗，所以无通进一步来判断伊着病原因。两岸专家同意继续采取目前治疗的方案，也就是完好照护为主。也若其他3只鸟禽，因阿姊婴仔已经大汉独居，也若因小妹医保会甲因老母带做伙。动物园记录到因伫冰床顶悬多元化行为，因为冰床会当达到真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嘉东的玉公国小，即个推动双语教学，专工做一本小解故乡的双语绘本，透过日常生活语词，带生囡仔做伙学英语哦，嘛，互囡仔学会晓用英语来了解家己的故乡。Good morning。老师用全英语教学生囡仔爱识字，教因读课文，打造沉浸式的英语教学环境。屏东县嘉东乡的玉公国小积极在推动双语教育，即马佮结合乡土课程，利用双语绘本来介绍在地农特产西瓜。英语绘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也不会觉得很枯燥。未来也希望带领着高年级学生阅读这一本绘本，并当家乡的双语解说员，将家乡行销至国际。老师表示，希望透过亲切的乡土绘本，帮助学生囡仔学英语，也可以当认识到在地产业知识。嘛，希望佮进一步培养这寡学生囡仔做家乡的小小解说员。用故乡的美好创造了艺术，也因为双语学习，他们有能力扎根地方，放眼国际。玉公国小的校长表示，未来会继续将乡土课程结合双语教育，希望让囡仔愈了解在地，走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婚礼的身心障碍养护中心哦，因正用心办一寡音乐甲动手做的课程，希望互新障人士加减接触，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卖来为因办成果的发表会，互因有表现的机会哦，嘛互外界当对因加一寡了解。配合报道版本音乐，手对着摇摆。婚姻馆身心障碍养护中心的居民真认真的表演，这寡居民透过中心办的课程甲成果发表会，那培养专长甲兴趣，也和民众来交流。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产生成就感甲信心。车子有园艺、粉彩，还有一个音乐，好，这些都是来静态跟那个动态的活动来结合，来让他们的一些的技能，好，一些的功能可以来增加他们的功能的那个进步。那活泼动态的课程，互心情放放松。中心也推出较恬静、爱豆豆做的课程，有人就真介意种花，互伊做姨娘，心情也快活。每天看花漂亮，种得非常愉快，玩得非常愉快，啊，心情也愉快。因此呢，我的人长得更帅。社会处表示，这寡身心障碍养护中心的居民，多数是无人看过，一个人度日总是心情做。办课程也是希望帮助因小韬物质。那这116位当中呢，几乎都是重度或是极重度。那很多是因为家庭功能不彰，平常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比较郁闷一点。那再加上因为疫情2年来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比较没有办法外出。身心障碍者咧学习可能动作较慢，爱开更较侪心思。不过因克服困难，发表会嘛，互社会大众看到因认真付出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考古学家最近伫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发现有一个古早俘虏场的遗址哦，佮挖到20外个铜像，这大约拢是2300年前留落来。咱做伙来看卖。工作人员好了甲铜像为土地挖出来，这是意大利东部的托斯卡尼，伫个古罗马帝国兴起来进前，伊着纳苏坎人都伫个遮生活，而且发展出浴场的文明。考古学家最近伫即个有温泉甲这段功能的古浴场遗址，发现24个保存了真好的青铜雕像，年代会当追溯到西元进前1世纪至2世纪。Queste statue recano iscrizioni alla divinità della fonte, che sono sia iscrizioni in latino che iscrizioni in etrusco. Si tratta di capolavori dell'antichità che aggiungono e aprono un nuovo capitolo nella storia della toreutica e del sacro tra Etruschi e Romani. 负责印出的考古学家指出，这个青铜雕像包括太阳神阿波罗、甲健康女神希格亚，当初有可能是伫祭典仪式的时阵，互献予圣水，所以放入温泉内底。一届做伙出土的，还佫有6000外银角啊，有金的、银的、甲铜的，同款嘛有祈求身体健康的用意。专家讲，这个温泉的水发挥保存的作用，或者古物看起来差不多拢好溜溜。Una scoperta straordinaria perché ci restituisce un corpus di bronzi originali di epoca romana davvero unico al mondo, in alcuni casi anche sculture di un certo impegno che forse rimandano a originali più antichi, a originali ellenistici. 意大利文化部认为讲，这是地中海地区考古上界重要的发现之一。出土的青铜雕像会放伫当地博物馆，希望会当促进在地观光的发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
见。